呢場大火係本身有一個好大嘅結構性，就係佢呢個工程咧，其實係喺管理嘅時候做得好差。咁我哋快啲講，因為我見大家，我諗大家網上當時都會有知道啲消息。首先就係個棚網係助燃㗎啦，個警鐘係唔響㗎啦，即係嗰個消防系統係熄咗㗎啦。然後大家經過幾日之後發現咧，最嚴重嘅問題咧，原來係佢哋用發泡膠封住啲窗，而嗰啲發泡膠係易燃嘅。咁我哋首先可以再睇下一張，就係講呢個棚網啊，即係呢個係香港獨立媒體喺事發之後喺附近收集一啲棚網嘅樣本啊。咁你就會見到佢有好多地下咁嘅棚網，即係試下佢係咪阻燃㗎啦，定係會令到火勢蔓延啦，又或者係會令到有啲火跌落嚟，即係火跌落嚟，即係可能都有啲少助燃咁樣。你會見到咧，就差唔多30%幾咧係不合格嘅，合格嘅係70%。咁但係咧，其實條數就梗係唔係咁計嘅，因為我諗大家知道，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着緊火嘅時候，其實如果你比較容易燒得着嘅棚網，好多時都真係喺個大火中燒着，而唔係跌咗落地下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幸存者偏差，又唔止代表佢嗰個合格率係有咁高咯。咁我下一個啦。然後另一個重要問題就係咧，消防系統，因為佢哋想方便啲嗰啲工程人出入啦，然後消防系統可能成日唔明啦，咁管理公司或者啲保安員就可能嫌麻煩，就熄咗呢個消防系統。首先咧就呢個就真係好大鑊嘅，即係其實我自己做嘅選區咧，我係主要負責美田村嘅，當時。19年選贏之後，我嗰度咧其實都成日警鐘唔明，但係我真係唔會聽過話會咁樣閂咗個消防系統，只係每一次嚟到響咗啦，大家真係揾咗係咪真係冇火警啊，冇火警，跟住可能消防員都嚟 check 咗，真係冇火警先會走。因為我條村咧比較近大圍咧，佢好潮濕啊，容易令到啲消防系統唔覺意明。咁即係呢個完全唔係一個理由咯，即係你會開始睇到佢哋個管理係非常之差。咁可以再睇下邊啦。咁下邊就係啱啱都講過嘅發泡膠封窗啊。你可以用呢個係喎，可以撳下好先。嚟，就有幫你啦。係啦，咁呢個都係搞笑啦，因為好明顯又收到人投訴啊，或者點樣啊，跟住然後佢哋解決嘅方式就係決定hello， 跟住佢哋個解決方式就揾啲嘢封住佢啦。咁你會諗到咧，佢哋成個管理咧係冇諗過會着火嘅。咁最後就只能夠講求仁得仁啊。咁之後咧就係最後就之後就係下一頁我哋係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又再有3個問題。首先就係啲棚架佢哋管理得好差啦，咁好多雜物堆積啦。咁又係，然後又係嗰啲防煙門又好明顯係冇理過嗰個地方安唔安全啊，冇諗過防火呢件事啊，求其揾啲門頂住就算啦。而最重要問題咧，我就係覺得可以其實呢個防煙都緊要，我想俾你片啊睇你用得唔得㗎？因為其實我想順便俾大家睇下煙咧對於火係幾緊要嘅，即係一場火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小心有冇煙啊！呢個就係嘉義市嘅即係台灣嘅一條片啊，咁佢就攞啲香嚟模擬火燭啦。咁其實咧，我哋可以飛快少少睇嘅呢個。然後咧，基本上總之就係你唔應該開門啦，然後唔應該封住，應該開即係唔應該開住啲窗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咧，當你覺得啦，當你有咁嘅情況啦，你覺得好安全，最安全嘅方法就係喺走唔到嘅情況之下，就係要閂埋晒啲窗。但係問題就係咧，你出邊喺窗口出邊嘅發泡膠咧係着火喎，同埋咧樓梯啱啱都講過，樓梯嗰啲木門咧完全係防火，仲要係通窿嘅，可能嗰啲木板咁樣整個膠上去就算。咁呢啲你完全防煙喎，其實你係已經好快已經走唔到，再加上你出邊有啲火咁樣圍住你喎，你我只係講你嘅生存嘅機會係好低嘅。咁其實所有嘢都係指向佢哋根本成個情況都係冇
冇考慮過會有機會着火啦。OK， 咁之後咧，我哋就諗啦，喂，咁邊個做呢間工程公司啊？我諗呢啲上網啦，我諗大家之前都睇過啦，係嘛？咁另外就係另外一樣都好緊要嘅，就係呢個棚架咧，其實本身咧佢寫住幾時啊？佢寫住24年7月會圍到24年嘅8月，即係1個零月嘅啫。但係咧，火災係幾時啊？火災係25年嘅12月啊嘛，12月某一個星期3啊嘛，即係佢已經圍多咗成年幾咯，係嘛？首先冇可能咁樣違法㗎啦，即係冇可能係一次過咁樣做3棟啊，因為你咁樣會對嗰個材料，你要咁多材料，你要多好多材料啦。第二就係人手啦，係嘛？咁所以你開始就 feel 到佢嗰個工程咧係有少少為咗用更加多錢嚟去做呢件事啊，係咪？即係佢係賺錢多過真係想做件事啊。咁所以呢個係我嘅 verdict 啦，就係死者就唔係自己死於大火，更加死於一個腐敗嘅管理。咁啊，我哋之後可以了解下，我哋了解下佢嗰個工程公司啊。咁呢間工程公司咧，原來咧就呢間工程公司原來咧佢唔係一間，當然佢唔係一間好 track record 嘅公司嚟嘅。咁佢咧就喺15年至25年咧有17次嘅違規記錄，喺5年嚟入邊咧多次俾人定罪，有4宗咧係關棚架問題事嘅，俾人罰咗咧2.9萬，即係3萬度啦。跟住咧19年咧又有3單工程違規俾人罰咗4萬差唔多。咁但係咧，佢喺大維修嗰陣咧，顧問公司咧就喺嗰個回標個分析報告度咧，就話雲業過去8年嘅訴訟記錄咧係0記錄喎，嗱有3分滿分嘅喎，你覺得係咪真啊？咁另外咧就係雲業有個前股東喺09年咧就試過賄賂罪成，咁咧仲唔止喎，仲爭人錢㗎，即係爭工資㗎喎，咁啊喺屯門怡樂花園咧就俾人告話佢拖咗人哋4個月，拖二判高人4個月薪金啦。咁啊涉及80個工人同埋450萬港幣。咁然後咧就亦都有人話咧，有啲咪後嘅人講咧，就話呢間公司咧就傾向將啲工程咧判落4判或者5判，即係咁判落去。咁你就變咗你管理其實好難噶嘛，係咪？咁啱啱都提過啦，咁嗰個顧問公司都係非常之有趣啦，即係明明劣跡斑都會有3分都有滿分喎，咁樣。咁咧就早12月31號咧，追光者咧，即係一個喺台灣同埋喺英國嘅網上香港人嘅媒體咧，就有一啲調查嘅報導。咁佢就話咧，呢個工程顧問公司咧就揾咗4間公司，其中4間公司咧都係同一個叫做侯華健嘅夫婦關係緊密。咁所以你可以深刻，你就可以睇到咧，佢哋即係事件就唔係咁簡單啊，係嘛？你會睇到佢哋係一個利益集團，係嘛？咁啊呢個就即係不能不説啦。即係點解一個法團可以會揾到一個咁嘅管理公司？點解一個咁嘅顧問公司去做呢件事，去咁樣呃啲小業主錢咧？其實佢呃小業主錢之餘，仲要令到咁多小業主最終係有機會死亡或者家園盡毀啊！咁首先就係要講翻呢個法團，呢個舊嘅法團啦，之前就批咗個3.3億嘅大維修嘅合約啦，係。咁亦都有提過啱啱講個零違規啦。咁但係咧，佢火燭之後咧，佢話佢唔關佢事喎。佢過問佢都話：呢個區唔關我事喎。呢個雲福苑區議員唔係我覆蓋。咁但係咧，問題就唔係嘅。問題就係佢個大埔南選區係好明確咧，包括雲福苑嘅，都唔止啊。問題就係咧，佢咧呢個黃碧嬌咧喺2003年做已經係一個喺雲福選區做議員，同舊法團咧就根本上超過20年一個好親密嘅關係，更加多次咧喺法團改選嘅時候幫人拉票，有個助選同埋攞呢個授權票。跟住咧，仲要15年咧，佢通常咧
15年咧，佢就將呢個區交咗俾吳建民，就長期擔任法團嘅會務顧問。呢方面我可以講多少少嘅。通常咧，一個區議員咧，如果佢會咁樣俾個區俾人哋，然後自己就畫一個新嘅區咧，佢某程度上係覺得佢嗰個區好穩陣。佢喺嗰個區嗰啲票好鐵啊，佢鐵到佢可以，你嚟啊，你去啊，得㗎啦咁樣。咁啊真係贏咗喎，你明唔明啊？真係贏咗喎，唔係冇跌到喎。然後自己嗰個力量亦都好強，喺隔離區可以去隔離區去選。咁你要見到佢對呢件事係非常之有信心先會咁做咯。咁同埋 Facebook 都其實 Facebook 都成日有啲 post 都丟得出，都睇翻佢係幫啲舊法團呢個收實呢個授權書啦。咁你即係我覺得你都冇得好講啊！你先咁咧之後咧，我哋其實授權票咧一件好有問題嘅事，因為我哋好難，因為授權票好容易就俾人造假啦。你唔知道人哋係咪真㗎啦？呢件嘢係咪真㗎啦？或者可能人哋收咗你一次之後，可以用10幾20次啦，10幾個20個業主大會都係咁樣用，甚至可能你死咗，係嘛？你死咗都會用得。而我都去過一啲屋苑嘅，我覺得你係議員，我覺得係一個議員助理。我去過一個喺馬鞍山嘅屋苑嗰陣開一個業主大會咁樣幫下手啦。你會 feel 到咧，你入場已經 feel 到大家有想打仗啊、想打交嘅感覺。我諗大家都可能睇新聞都睇過，但可能而家唔會點睇，就係可能唔少屋苑咧會搞呢啲業主大會之前咧，可能會有啲黑社會有啲唔知咩人喺度啊，然後就會用暴力去威脅你啊，或者威脅啲反抗嗰啲人啊。每一次都搞到好核突啊咁樣。咁而政府咧係有角色喺度。通常呢啲一啲業主大會啦，可能星期日啊或者夜晚做啦。咁咧民政處咧其實通常都會派一個人出席，但係嗰條友咧係出嚟打官方嘅啫，佢係唔會做任何嘢嘅。咁佢最多永遠都係講話呢啲法團內部事務啊，我冇權干預啊，啲票假嘅，你上庭啊，你告佢啊，你報警啊，咁樣。但係警察嚟到又會有用咧？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個答案啦。咁呢個都係講呢個。不過我希望咩做比較屈正。咁咧，其實咧，我哋就有人嘗試去反抗嘅。我閉望自己個 mon 咧。咁咧，其實咧，之前咧都有人我哋香港咧之前咧都有一個反圍標嘅大聯盟啦。咁我又冇特別寫 slide 嘅。咁就係主要由林卓廷以前立法會區議員去帶領。咁佢都幫咗好多屋苑嘅。呢個就真係，因為其實我都介紹我自己先。我之前喺大圍做區議員咧，我主要選區係一個新嘅公屋，唔係新嘅公屋係美田村。咁其實冇法團嘅。對於我哋區議員嚟講咧，其實有法團係有啲，即係有法團或者係一啲租置屋苑或者居屋咧係比較難搞嘅。首先先講翻就係圍標咧，好多時都係 target 住一啲租置嘅公屋啦，同埋居屋。因為私人樓咧，即係冇辦法都要講句，就係業主嗰個教育程度比較高，可能會有更多人係一啲本身係工程師，本身係一啲知道工程點樣做嘅人。咁你好難去整一啲顧問報告去呃佢哋，係啦，即係可能容易啲俾人揾到啲就債。咁所以同埋佢哋都即係大家都係即係賺錢啦，最取易不取難啊咁樣。咁同埋咧就即係有啲村啦，可能係嗰啲啱講嘅租置屋村啊、居屋啊，佢哋好多時咧，可能最尾選出嚟嘅法團咧，可能比較年紀大、退休落嚟，本身就唔係好知嘅，咁就容易啲擺佈咯，即係啲講法嚟。咁之後咧就，但係咧我講翻民福苑啦，咁民福苑最後贏得好慘啊！即係好慘地攞到嗰個足夠嘅票去贏到佢哋啦。
但問題係咧，佢哋贏咗之後咧，佢哋都換唔走嗰個本身嘅承建商，因為個解約嗰個費用好高，嗰個解約嗰個合約嗰個條款好難。你變咗你好難無端端叫啲業主再拎一嚿錢出嚟去為咗解約，係你做零嘅嘢喎。同埋啱啱都講啦，佢屋苑由24年8月年中開始封住咗噶嘛，咁人哋就可以去用呢樣嘢去威脅你咯。哦，你咩咗啊？你唔換，你換走我，咁我唔會同你還原翻噶喎，係嘛？咁你咪好即係咁樣就係好有機會就咁樣圍住咗咁耐啦。但同時亦都係長期令到一啲易燃物品、助燃嘅物品圍住間屋，所以令到件事就非常之危險啊！嗱，咁呢個咧，呢個報道我係覺得有啲有趣嘅，我就唔係好肯定，因為呢個係另一嘅報道啦，同埋呢個女仔係咪佢紅晒面啦，唔係好知道點樣啦。咁咧不過咧我可以講一啲嘢嘅。咁佢咧就首先佢哋都有講啦，政府部門就換來觀看啦，我諗大家都理解啊。係啦，政府就係咁啦，而家嚇不嬲都係咁噶啦，唔會咁主動去做任何嘢啦。可能大家可能如果有冇嗰啲揾滲水辦處理樓上樓下滲水嗰啲啊，因為佢哋都係咁上下咁積極嘅。如果大家香港嘅時候，因為我哋都我隔離嘅辦事處有跟唔少，因為我個辦事處係夾埋人哋嘅辦事處嘅。即係我嘅辦事處夾埋另一個議員嘅辦事處，當時係都包括一啲居屋員咁，所以都知道呢啲問題啊。咁你好難去逼到政府做嘢，政府就好快出嚟。呢笪地唔係我喎，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喎。呢啲法團事務關我事。咁基本上都係，即係佢會好快畫呢啲畫得好清晰，唔會做其他嘢咯。佢哋有驚或點樣？咁咧就我都可以分析下呢單嘢，呢單嘢係咪真嘅？即係有新法團嘅爭議聲音。咁咧我咧就我自己沙田區議員，咁講下其他屋苑啦，幫好傾好。咁咧就有一個沙田嘅老牌屋邨啦，係嘛？咁佢以前咧係一個租置嘅屋苑嚟嘅。咁咧就首先有個好大嚿錢嘅大維修啦，然後咧又想加呢個管理費喎，加17%。咁最尾咧就可以成功有啲人推翻咗啦，有班新嘅人就起翻咗啦。咁咧但係咧一推翻咧，咁大家就想，喂，本身你個政綱就係話唔加管理費同埋要換管理公司噶嘛。咁咧但係咧一上任之後咧，就嗰個管理公司咧就開始斟茶遞水啦，向新嘅法團成員咁搞好多嘢啦，無微不至啦，照顧到咁有錢就使得鬼推磨啊！咁最終咧就令到呢個屋苑咧就幾年嚟都最尾係冇換到呢個管理公司嘅，咁管理費亦都有加嘅，不過可能唔係加17係加，最尾據悉係15啦咁樣。咁但係咧去到8年之後咧，就終於換咗啦咁樣。即係其實要解決呢啲咁嘅亂象呢啲咁嘅制度上嘅慣性咧係好難。可能喺歷史嘅世界你都會見到一啲政權變動你都未必會見到制度會變，好多嘢唔係咁容易去改變咯。跟住咧，咁我哋最尾就講翻政府嘅即時喺火災嘅即時反應啦。除咗救火之外，除咗消防員盡責地救火之外咧，佢哋係即時賴啲竹棚係嘛？咁大家都幾有心。咁另外咧，我就想分享一啲政府喺幫災民一啲清楚嘅地方。就係咧，我有個朋友啦，咁佢就以前係沙田區議員，咁佢有分享咧，就梗係揾佢咯。因為始終我哋唔係喺沙田咧，咁揾到人嗰個機會就細啲啦。咁佢咧就佢收到咁簡單嚟講，佢總簡單嚟講咧，佢就話佢租嗰層樓俾人，咁佢而家就供緊某層樓，然後咧佢收唔到租，佢又供唔到層樓，咁變咗佢點樣處理咁樣？咁咧呢個同埋咧另一樣嘢咧都有另一個方面嘅問題嘅，就係咧政府係
喺俾嗰個援助金嘅時候咧，係冇分清楚咩叫分清楚租戶同埋住戶或者係業主嘅，即係佢冇分清楚，變咗咧。如果你可能你租嗰度，你突然間嗰度付諸一炬，你冇晒所有嘢，冇晒傢俬啊、電器啊乜嘢，你冇地方住，然後個業主可以攞走你嗰個屬於你嗰嘅應急嘅錢，咁你變咗咪好難處理咯。政府呢樣嘢係冇吸收一啲教訓啦，冇吸收一啲經驗啊，去分清咗，等呢樣嘢唔好變成一個行政嘅，即係唔好變成大家嘅負擔咯，因為你本身已經咁樣啦，但係冇再去點樣，冇再去獲得應有嘅支援啦。咁另外咧，最急嘅嘢咧，其實佢哋咧最急佢哋做嘅嘢咧，當然就係幫啲災民啦。第二就係嘅最急嘅嘢就係最尾係防民之害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當時咧有好多喺香港嘅 KOL 咧都好熱衷於評論呢個火警啦，拎到好多有用嘅資訊出嚟啦。但係最終咧，佢哋個別咧全部都話被國安處咧揾咗個人去嘅查有查。咁最終咧係得翻一啲喺海外嘅媒體咧先能夠有能力啦，又係可以免負擔地咧去講呢班呢個火災嘅一啲任何嘢啦，去追究站啦，去尋找真相啦。佢哋我記得如果冇記錯，鄧炳強咧就即刻話，佢就多次公開警告，話咧有啲人咧利用雲福苑嘅傷痛時刻散播假消息，去煽動咧啲人對政府嘅不滿。例如咧佢話佢哋質疑個政府嘅安置計劃啊，就話揾出唔同原因啊，話全部咧都可能咧危害國家安全。咁你睇到佢哋唔係真係咁緊張大家生活，佢緊張國安啊。好。咁然後咧呢個我覺得更加犀利喎，呢題嘢更加犀利喎。跟住冇耐咧，佢就更加去做嘢啦。首先咧就係拘捕咗兩個年代嘅主席啦，就啱啱講嘅舊嘅主席同埋新嘅現任主席。拉完之後咧，即刻第二日咧就已經唔俾人開會啦，再委任一間新嘅管理公司去做管理。咁咧。呢個你都見到好明顯啦。其實最尾點解咧？我睇下佢哋本身想開咩會。住一轉領嗱呢度咧，佢有個本身係雲福苑，預計本身想喺12月17號上年開會嘅議程。咁佢其中就講到啦，會有表決嘢啦，會有特別業主大會時間啦，同埋佢講明咧係網上直播打。咁我大家都明顯相信啦，我都好相信啊！佢咁樣做咧，即係點解政府要咁樣剎停呢個咁嘅會議俾人開會咧？好明顯就係咧，咁啲村民或者啲災民啊，或者雲福苑嘅居民啦，嗰啲業主有任何方法去宣泄佢哋嘅意見，令到大家聽得出。咁佢哋總之佢哋另外一個方法撳住佢哋啦。咁佢哋自己講自己想講。其實所有嘢最尾都係國安，而佢哋如果佢哋揾咗一間咩公司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我已經係講到可以係黑色，係去到黑色幽默。咁間公司叫做環安管。最有趣嘅就係咧，呢間嘢喺上年25年咧嘅10月咧，都曾經喺中環德輔道中嘅有一間炮着火嘅事。其實即係2個月前嘅，即係其實佢殺咗嗰個業主立案法團2個月前，即係任命呢間環茂合安管理公司。再2個月前，佢已經有一班棚架着火嘅事件。呢個係咪天大諷刺啊？即係諷刺到我覺得係有少少好笑，我覺得已經係。你會見到呢個政府係所以咧，我最尾個
即係逢係所有問題出現啦，所有意外發生啦，最終咧都係講緊你可唔可以揾到真相？呢個地方咧，香港呢個地方咧，唔係一個可以容納真相嘅地方。咁但係咧，最尾最近咧，我都有啲嘢分享。我最近都俾澳洲嘅 body call 影。主要唔係影響我生活，影響我女朋友生活啦。但係 happy life 啦，對佢影響生活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唔係話我哋嚟咗澳洲就一天都光晒。我哋咧就計譬如我傾嘅特別網上嘅朋友，其實即係呢個都係直播啊，知啦，都係嘅。咁咧，我哋呢個開天討論，我呢個討論專題又去做啲咩？即係人哋出講係法權呢個牽涉法業主，或者係業主，你只係一個好少嘅朋友，就可以點樣做？當然啦，我哋專家可以討論我哋即係都係釐清咗啲事實。州嘅香港人參與嚟個咁樣可能有條標制度係嘛？係一個比較流動嘅制度，我哋啲公公婆婆嗰個手段，結果就係快去把持即係個情況，點樣可以釐清呢啲嘢？不過跟住我哋嘅嘉賓Calvin。先我哋講一講佢嘅意見。咁與此同時咧，繼續可以喺網上咧有合作。留意到啦，我即係作為之前嘅合作業，都約啱得合作。多謝阿 Ken 剛才咧就講好多細，即係從一個系統啲嘅方法去總結下，即係而家關於雲福苑，我即係問題有啲咩啟示？一步啊，即係我哋應該可以做乜嘢咧？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咧，即係今次呢個災害啊，阿爾莫文，即係呢個災害咧，其實應該有史以來嘅防災啦，就係最上一次咧就係嗰個 Grenfell 咁嘅大火咧，都係一棟大。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咧，今次呢個火災咧，你可以話係一個喺國際上邊好有影響嘅事件，係因為好多國際城市都係類似好密集嘅咁佢哋見到咁樣嘅究竟消防安全嘅標準啊，以至到個制度嘅咩可以補救咧？咁所以香港如果我哋嘅調查做得好咧，甚至可以喺度國際上啲真相埋伏嘅話，咁呢個規模咧，即係頭先我提到倫敦嗰個 Grenfell Tower， 但都有呢幾個共通嘅特點。僵化啦，本來咧其實有啲風險咧，已經有啲先兆出嚟啦。所以咧特別一個過程。可能大家都會問下，呢個係咪可以避免嘅災難咧？嗱，剛才阿 Ken 講咗好多細節，即係大家可以自己其實或者我從一個即係系統性呢個分析咧，可以從四咁咧就喺執行層，即係話咧工人啊，以至到即係當時嘅有即係參與呢個工程嘅人員啦嚇，即係佢哋究竟係有啲咩漏洞咧？譬如話你話食煙也好，嗰啲積咗啊，嗰
嗰啲警鐘咧就閂咗之後冇開翻啊等等呢啲啦。執行層面咧當然啦係第一道防線失效嘅土色。咁啊第二道層面咧就有管理層面，因為即係工人嘅工作咧唔係喺管理上邊啦，即係嗰個即係承建商啦，喺承建商之外咧，亦都包括係有呢個即係顧問公司啊，佢哋係係有責任咧，需要派遣一啲嘅即係你一啲嘅監工啊咁樣去嘅嚇。好多呢一紮嘅嘢入面啦，亦都包括話，譬如話佢哋用嘅話呢啲咧，都係喺管理層面係可以預防。咁所以呢啲管理層面啦，好明顯咧有好多種唔同嘅失誤。咁第三咧就係監管啦嚇，100層。因為如果你講監管啦，其實有好多個部門，消防處即係佢有冇巡公署有冇巡以至到民政事務處即係佢哋負責即係睇住啲法團即係操作嘅等等。咁呢啲如果我哋要查個真相嘅話咧，個管理上邊咧，即係因為缺乏咗即係政府嘅監管係到位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所以我哋可以話咧，第二系統性嘅失效啦。咁而第四層咧，亦都係最根本嘅一層，我以為係一個制度性。呢個制度性缺陷咧，就係最根本嘅，譬如法處理呢一啲咁樣嘅大型嘅維修工程，究竟係咪一個合適嘅做法咧？大家唔好以為咧呢個係好多地方唔係嘅。喺新加坡根本，如果係呢一類咁樣嘅大型工程咧，你就將嗰個責任咧拎走。點解？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如果你係俾一啲法團去做嘅話，其實一般嘅法團咧都係普通嘅居民，你幾熱心都好啊，都居民選。咁佢哋嘅資訊上面一定唔對，因為普通居民咧佢唔係專業人士，即係工程師啊。咁咧佢亦都當你要傾到一啲咁大嘅牽涉到咁多技術，而係法律嘅事，佢哋根本就未必有咁嘅能力。如果未必有咁嘅能力嘅話咧，一定係咧會好容易俾人呃。打譬如嚟講，因為資訊不對稱，所以牽涉到呢啲咁嘅原因咧，其實好多包括工作佢就會將呢個責任嘅索性咧就交俾一個政府機構咧幫你選啲商等等去監管。喺香港咧一路咧都係沿用呢個咁嘅制度，唔知咧係有呢個制度性嘅，即係譬如法團都係繼續，所以呢個係一個制度性，唔單止咧係一個啲個別嘅人。好啦，咁頭先講到即係要調查當然其實我哋既然咧喺海外咧都要睇得究竟如果遇到啲咁嘅大嘅災難嘅時候，啲國際上有啲咩最佳嘅做法？有啲最佳做法㗎，係聯合國咧都有啲所謂嘅有一個叫做仙台啲咁樣嘅咁制定。咁其實有幾個最基本嘅原則，一定咧係有個法定同埋成日香港嗰個並根據呢個譬如而家個所謂去調查咧，就唔係獨立因為佢佢有嘅啫，咁亦都本身係冇全職，所以呢個咧有啲好基本嘅國際嘅。如果就係話要技術團咧有個獨立第三咧就要透明公開同埋公眾參與，呢個好緊要嘅。究竟有一個公眾參與嘅程序，咁另外咧係話咧要有咁嘅權力係用呢個制度。甚至喺倫敦即係 Grenfell 嗰個調查，曾經有唔少嘅爭議，係當時啦，即係英國政必想調查到深入嗰個 mission 咧調查嘅位就係政府需要負責等等。好似呢啲常見嘅做法咧，其實
可行咧？目前咧，做我哋提出咧，其實咧有3個國際機構適合政府，如果係要認真嘅話咧，係應該邀請佢哋參。3個咧，一個咧就係叫 UNDR，就係呢個聯合辦公室，因為佢哋咧制定咗多呢啲即係減災嘅標準，多呢啲大災害會有好多嘅嚴格啦嚇，即係無論啲操作層面啊、管理層面，以至監管層面咁，即係有晒頭先，包括頭先我所謂嘅天台嘅係佢哋制。另外咧就係呢個聯合國人居處嘅 UN Habitat， 呢個聯合國人居處咧，其實係特關注咧，即係作為一個嘅居住嘅環境點樣可以安全咁樣嚇，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亦都有呢個專家咧，包括啦，即係當時倫敦啊咁其第三咧就係呢個 IFSS 咧，就即係國際消防安全標準聯盟，呢個好明顯啦，個消防安全佢哋。所以如果即係政府係有意做一個認真嘅調查，應該邀請呢3個國際機構咧嗱咁當然大家關心咧，除咗話調查外咧，就話點樣去長安置啲居民？呢度已經咧係未過咗個幾月啦，個居民咧都臨時居住。我知道咧，其實有坊間有好多唔係政府咧，就最咧就向啲居民發。我自己有一個建議咧，就係政府咧，其實都要一啲新嘅措施出嚟，新嘅政策安置。因為事實上咧，政府係一個有行之有效嘅，係呢個市建局，佢係有咁嘅權力咧，都入過去有咁嘅做法，因為係將呢個災區就宣佈咧作為一個重建區，即係只要佢宣佈咗作為一個市區重建區咧，你咧就可以馬上咧用翻即係一套嘅市區重建安排，包括咧呢一啲居民嘅一啲安置嘅安置手段咧，通常一般咧，都可能都聽過啦嚇。即係譬如你市區重建，政府會收購啲業權，用一個當區嘅新樓嘅價格去收購，都可以俾你一個樓換樓嘅安排。咁呢啲全部咧都係過去有嘅。而家政府咧竟然啦係完全冇提呢個咁嘅方案出嚟，係啦，即係向呢啲民做咧調查啊，又咁咧亦都講咗好多有啲互相矛盾嘅即係包括話佢一時咧就話可以原址重建，一時咧就唔想原址重建咁樣啦嚇。咁呢啲咧係好明顯啦，係即係睇到政府第一佢可能舉棋不定，第二佢未人有心咧，真係為啲居民咧有個長方法。呢個咧就好不幸，因為事實上咧，我哋冇乜必要咧再糾纏咁唔同創造啲新嘅政策出。對居民嚟講咧，呢樣嘢係刻不容緩，因為你一日咁樣拖嘅話咧，一日咧佢哋都唔知道即係自己將來係應該攞翻錢啦，去重新買樓啊，抑或再等翻呢個即係重建。咁呢個我覺得啦，即係一個具體嘅方案咧，其實我哋翻去啦，即係喺海外嘅香港人，包括到香港，究竟係對呢喺呢件事嚟咧，即係我哋啲乜嘢角色係咪咁？剛才阿 Ken 都提到，如果喺香港嘅公民社會咧，嚴重
咁啊亦都唔能夠咧係有一啲嘅集體發聲嘅機會啦。咁事實上呢樣嘢咧，亦都係喺一切即係啲國際上嘅處理呢啲災難嘅，因為需要一個遊客，咁唔係你會累積咗更加多嘅將來。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哋咧係好重要啦，係要保持一個我哋所謂香港以外，起碼我哋記得清楚究竟呢件事係咩嘢嘅真相。因為我哋係有啲乜嘢，就我哋亦都可以咧係拎多啲國際關注，因為譬如頭先剛才提到3個國際，呢度其實已經一個海外嘅人組織，係發咗邀請信啦，邀請呢啲國際包括聯合件事，呢個咧都係可以香港人咧在喺海外發聲嘅地方，咁就係唔到呢個標準嘅定啦，或者嘢咧保。咁就呢一步咧，或者我一陣間可以再詳細講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離散社群可以做啲乜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題。喺今次咧有一個即係都幾令人鼓舞嘅現象。喺各地咧都有好多香港無聊啦嚇，即係甚至説係有人啦，算喺 Brisbane 啦。咁呢啲悼念活動啦，大家都唔好睇佢呢個參，熱起到咩作用？事實上咧，呢種參與咧，我覺得咧，都係顯示到咧，對抗一種嘅跨境壓迫嘅顯現。因為最重要咧就係話，香港人咧係一路堅持翻一個即係專業嘅水，因為我哋一個文明。咁呢個水平咧，其實喺每個人心中，亦都可以通過呢啲可以再傾下，究竟大家認為點樣可以做一個即係唔好預先服從一種咁嘅原則底下。咁我知道大家其實有興趣咧，係關於澳洲嘅一啲 body corporate 嘅。好簡單，講下先嚇，即係澳洲嗰個body corporate 啦，嗰個制度咧就主要係一啲嘅即係 apartment 啦，或者 townhouse。香港嘅大廈管理咧喺一定程度係有一啲相似，出現咁有啲相。我哋首先睇下嗰個。你睇下嗰個澳洲嗰啲方面嘅適用。就原來澳洲咧，我差唔多有15%嘅人口係超過400。喺呢啲所謂分契，一分契物業咧，牽涉到一啲嘅共地啦，body corporate。咁所以牽涉到公共財啊、管理費啊、安全啊，呢啲咧即係都同香港一啲相似啦。咁其實澳洲嘅 body corporate 咧，近年咧都接收咗大量。剛才阿 Ken 面對同樣嘅問題啊，咁一陣間佢可以詳細。但係我哋從一個宏觀角度嚟睇啦，呢個全國嘅都做過一啲調查，係一啲可能每個州咧。啲調查有少少唔同，特別係揾咗啲數據咧，關於呢個 New South Wales 新州同埋咁如果澳洲整體嚟講咧，有成30牽涉到喺威士州咧就有9萬一個分契計劃，昆士5萬，都牽涉到成超過100。咁呢啲制度性嘅問題，大家可以睇到啦。如果一旦咧，body corporate 係做得差嘅話咧，實質居民
即係影響嘅資金都好。咁其實做過一啲官方調查，講啦，就唔係全國性嘅，一啲州嚟做，因為係州嘅責任，州政府。咁啲新州咧就係有一個即係生產力嘅資源會啦，佢哋計嘅。嗰個統計咧就係佢特別關注咧，就係譬如啲保險嘅佣金啦，因為好多啲 body corporate 嗰啲嘅經理人咧，收咗啲回佣啊等呢啲好普遍。呢個利益衝突嘅問題，譬如有啲 body corporate 嘅啲公司本身都係一啲維修公司嘅股東啊，特別同公司之間咧即係關係。咁所以就最終咧就歸結到啦，如果咁樣嘅話咧，啲錢一定要有個來源，話個來源都肯定係業主身上啦，即係業主咧過度。呢個報告咧就未曾有初步報告曾經出。一個月即係2月咧就會計咧會出新州啊。咁另外咧喺 New South Wales 仲有個所謂叫 Strata Hub 嘅，佢有個官方資料平台，就係要求咧嗰啲都計計嘅人資料目的咧就想填數據，因為喺澳洲咧出現嘅情況咧同香港一樣，資訊不對稱。因為一般嗰啲主或者啲住客，佢哋根本亦都未必好清楚嗰啲譬如維修物業等呢啲咁嘅事。呢啲資訊如果全部俾晒啲嘅 body corporate 啲經理人嗰度掌握，對呢個 New South Wales 個 Strata Hub 咧，其實咧就係起碼扭轉少少啦嚇，即係嗰個資訊不對稱嘅。當嘅市民咧能夠達到成知。喺另外就係個監管。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個建築缺陷都失效嘅問題，呢個又好常見，我哋 corporate 好多人投訴。譬如新州政府嘅發現咧，有53%，即係超過一半嘅分就出現一啲嚴重嘅建築缺陷。咁點解建築缺陷會出現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如果你管理得唔好，維修得唔好，就自然個缺。但係咧就實際上咧就向呢個即係監管機構咧正式，所以影響到咧就好多時維修出。唔久咧，即係發覺啲 body corp 唔夠錢，又要分錢，收錢咁，所謂叫咩 special levy 啊。咁所以咧就管理費就即係急升啦嚇。一間大鋪嚇，究竟有冇人啲乜錢？好似即係香港啲大維修要夾錢，都經常發生。業主之間咧嘅衝突就多咗啦，因為有好多時咧好多物業咧比較複雜啲嗰啲咧，佢個唔同一組物業裏邊，可能有啲係 apartment 啊，有啲係 house 啊咩，佢哋夾錢嘅，嗰時咧就會一之間咧就會個財務嘅管制好大嘅問題。喺 Queensland 咧又有一個 body corporate commission，咁咧就係每年咧都處理成1500宗啲嘅，即係都相當多嘅啫。而且個投訴主題咧咩，包括咩咧，主要係啲管理用爭議啦嚇，你點解夾錢咁多啦？或者委員會懶呢個咧都係啊，因為澳洲嘅 body corporate 咧亦都係業主選，咁選舉嘅時候咧，而選嘅時候可能跟住之後咧，究竟如果你冇監管嘅話咧，選得出嚟啲咩人？即係咁佢變咗咧就會唔會同一啲某嘅券商即係有啲建立咗啲特殊關係啊咁樣。咁呢個咧好多時都會發生咁嘅情況。以至到咧啲保險好多時啲保費咧過高，就因為你有啲中間人，係咩人咧？透明嘅。即係呢類問題咧就好常。費用過高同埋隱藏收費呢兩樣嘢咧，其實咁多年嚟都有好多實際
雖然咧冇一個好全面嘅，但係呢度咧啲嘢有人認為啲佣金咧高達即係保險費嘅40%。即係講咧，如果你自己即係正常去揾嘅話咧，可以少40%。咁你經過 body corporate 又要經過一個中介人，咧就會做，咁咪高過成。究竟邊個人收咗回佣咧？咁有時不如業主咧就冇俾人哋即係嘅資訊又唔係好多啦嚇，即係譬如咁有啲即係你剛才提嗰啲保險公司同嗰啲管理人有關係利益冇咁所以變咗管理合約率亦都多咗好多附加費，一條亦都複雜啦，因為唔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可以去翻 ABC 有個 Four Corners。即係當然 Four Corners 上一個官方機構啦嚇，雖然官方經營，佢都已經咧係做咗調查，都相當都有啲消費者嘅機構嘅 ASIC 咧就收嘅係公司嘅監管全機構。好啦，對啲居民嚟講啊，究竟有啲咩實際嘅影響咧？就有幾個方面。一個就財務方面啦，當然無啦啦俾多啲錢啊，或者啲 special levy 要俾嘅又俾多咗啦。另外咧，居住同埋呢個心理嘅層面都係好大，因為譬如你好多時你擔心維修得唔好嚇，影響自己個物業，或者搞多咗水費啊咁樣嚇，咁你又唔知啊。如果係啲業主之間有啲內部嘅衝突咧，當然你就住啦。另外一啲最實際嘅層面就係譬如知道係物業管唔好啦，當然你所以整體嘅結論咧就係話，問題咧係相當龐大，因為官方係承認，但係咧至今咧就未有一套話澳洲適用嘅監管機制。大家想我哋對比一下，即係澳洲同香港咧兩類嘅問題，即係大廈啲分契管理制度唔同啊，因為喺澳洲咧就係用州嘅法例去規管嘅。香港就當然就冇咩分州啦嚇，即係物地嘅條啦。管理角色咧就係一個所謂 strata management agent，即係澳洲就好清楚啊，有呢啲物業管理公司啊，通常都好大嘅公司啊，就佢哋咧就係即係你嗰個 body corporate 就邀請啲管理公司管咁。當然有啲細嘅都未必自己strata manager 自己。喺香港就係通過啲公司嚟管啦。咁至於監管機構咧，澳洲係好分散。喺香港理論上又唔分散嚇，就係民政事務總署去管。咁但係主要管啲法團。咁但係正嘅就係喺民福院嗰個即係災難裏邊，實際個監管咧，本來亦都係應該好多個建築。嗰啲咧都冇係，即係民政事務總署咧，其實都冇去協調嗰啲部門。你話嗰個監管嘅零售咧，其實都係嗱，如果喺澳洲嚟講，最主要問題嘅對比係乜咧？嗱，有啲結構性嘅問題都一樣啊，譬如資訊制度不對稱。香港好多業主，即係譬如話福音嘅業主，資訊咧得到好少。澳洲其實往往亦都係嘅，我哋好多物業主都唔係好清。咁但係轉到啲管理人咧就好清楚得嚟啦，未必為業主嘅利益服務。同埋業主參與嘅即係幾嚟啦，即係始終都係不透明啦。
你維修安全咧，即係好多時咧，即係會拖延。缺乏一啲即係有效嘅外監管，係一啲共同。澳洲同香港始終有啲問題，公司啊嗰啲問題。收費方式。呢啲咧就反而澳洲比較突出，香港比較突出。啲嘅啲政府嘅界啲詞，呢類咧就香港好突出。所以今日實際承受嗰個後果咧，就有係呢個業主之間嘅衝突啦，一加劇。呢類咧都係歐同香港。或者我到呢度啊，睇下大家有啲咩討論。就喺第一屆已經參加，今年嘅第二屆。咁我最初我哋咧都嗰個感覺都冇咩嘅，就因為個 Australia Company 咧，我諗係喺我哋嘅大廈落成或開始有呢一樣嘢咧，我諗承建商嗰邊咧已經係好似同我哋已經揾咗個 Australia Company。咁我哋都冇乜點執嘅，係幫到辦公室總部喺Sydney，喺 Sydney 嗱。咁第一屆咧，甚至我哋後嚟我哋先至發現，原來都開始譬如我哋有大約6個人話有興趣做 body cop 啦咁。咁我記得最初第一次佢哋個 Australia Company 嘅經理咧，就同我哋開會。咁佢就話，即係好似大家都選主席啊之類咁。咁我哋其中有一個位成員咧，佢就好似表示都想做，大家都要當時係屬意係佢去做主席嘅。但係點解後嚟真正開第一次嘅 AGM 咧，換咗另一個主席？我哋都唔講呢個，真係唔係嘅。咁而家係主席，因為最初話嗰個但都有心啲人話做啦，不過我哋年紀比較大，比較大。咁後尾真正開會嗰陣時咧，就係有一個主席啊，你都可以做主席。咁但係佢又都好似好積極下，我哋都冇咩嘢啦，另外但係直至到譬如今年咧，已經係過咗成。我哋先至開，然後呢個第一屆嗰個主席咧，個女士咧，佢原來係個承建商嗰間建築商咧，其中一個部門嘅職員，唔知好似係咪經理啊之類唔知嘅太太嚟嘅。OK，我哋呢個係好，我諗半年之前到先至發現。係。咁佢就因為佢哋係有一個間喺度，都係租俾人，佢哋唔係住喺度。即係有主席人唔係住喺度，當時呢個第一屆大家都成立咗，大家都覺得會公選啦。即係你哋當時都冇人提出話有冇利益衝突呢個問題？冇。咁日都唔知，佢個身份原來咁。後嚟先慢慢有啲成員咧，佢哋因為我啲成員咧主要喺澳洲本地啊，咁佢哋嘅網絡比較多啲啊。後嚟佢會聽佢哋講先知，即係我啲覺得唔會知啦。咁就所以後嚟，因為而家即係前半年到，大家知道啦，所以心中都覺得咦咁樣樣。不過佢咧即係公道啲講，我覺得佢都第一屆都做得都算幾好嘅。不過到咗後期咧，佢就好似唔係幾美型嘅。咁但係又好彩，我哋嗰啲委員裏邊咧，即係都算幾熱心啊啲人。特別有一個咧，你又有邊即係後生啲嘅，有位女士後生啲嘅，咁佢就都即係我覺得佢，因為佢係財資嘅人，佢幾有人去到得。咁可能我自己感受到呢一個我話呢個女士咧，同嗰個主席咧，會之間大嘅衝突，即係唔知係咪佢知道多啲嘢，講我到佢哋話知道多啲嘢，覺得呢個
主席咧可能有啲個比重特質。咁所以到我哋就嚟換屆啦，因為半年前咧已經係換屆咁，感覺好似我哋中間有時自己私下傾咧，都覺得係咪做主席或者甚至嘅人係應該係非居民，佢唔係住喺度，佢唔係住喺我哋嗰座大廈度，佢係。但係佢係咪業主嚟㗎？佢係業主，佢租俾人，佢係租俾人。咁我嘅原因有人講，原因就話啲業主喺度咧，好多我哋呢座嘅問題咧，即係你唔係好知道啊。突然間停車場嗰度我邊度漏水，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你都唔住喺度，而且可能你嗰個關心程度迫切，即係唔同我哋呢班係住喺度嘅業主。咁所以唔知點樣，我唔知點解我哋之間係有啲衝突啊，有啲咩嘢啦，我就唔知啊，即係我係唔知嘅。不過純粹即係外邊咁，即係咁觀察就睇到感覺咁咯。但係最終就到第二屆改選嘅時候，嗰個人咧，即係第一屆主席冇再出嚟選，咁就換咗我哋大家都，我哋呢幾個人都支持呢一個住喺度嘅呢個女士嘅業主嚟嘅。而且佢能力係好多，咁同埋我哋第二，即係呢個就咁樣。另外咧，我觀察咧，即係我最初都覺得個 strata company 嘅 manage 我哋好似都唔合適，因為好多嘢咧就同佢哋問啦 email 佢諗佢哋都打得好奇怪，但係後嚟又聽見即係我哋內部即係呢位元老嘅人咧就話，即係覺得佢哋有啲嘢都好似好有問題，咁而最近有一啲嘢我自己觀察得到咧，就係呢啲 strata company 咧，其實佢哋係好多嘢係想控制住我哋呢個 body cop。即係我即係而家都比較發現到，即係呢個嘅半年咁樣，第一年真係完全唔覺嘅，我覺得佢哋都好 efficient 啊嘅嘢。咁啊，另外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關於外牆要清洗嘅。咁我哋因為2年樓清啦，而第一次嘅清洗咧，大約前2-3個月咧，即係前幾個月啱啱咪幾多2年嘅。咁跟住咧就係要俾錢去清間公司嚟去做喺外圍嚟到搭啲棚嚟到逐層嚟到清潔外牆咁樣。咁但係有啲即係我自己覺得幾得意嘅一度就關舊時嗰啲財政預算啊，呢陣時要我哋通過啊嘛，同埋我哋除咗係每年 YHDM 之外咧，係好多嘅叫做outside committee voting， 成日都要做呢啲嘅，即係 send 啲嘢過嚟要我哋去 vote 啊。咁好多時我係睇 yes， 即係都幾多。呢個我覺得係嘅初期都幾多係 yes。咁但係幾個月前我又發覺，咦點解關於即係清洗咗一次啦？佢哋原來自己又唔知佢 strata company 點解會做一筆數目係財政預算，就以後要半年清潔一次、清洗一次。咁我就覺得都即係冇理由咁密嘅，於是我都俾咗啲 feedback 嘅，我 send 咗 email， 即係我表示即係唔係咁贊同咁密。咁我哋第一次嘅清洗就之後清洗，我講你嗰1年都 OK 啦，都唔算話好離譜、污糟到犀利啊咁。因為嗰陣係咯。咁而家佢哋個 budget 原來 budget 咗落去就會以後好似會以後半年一次預咗乜數嚟到清潔清洗。咁我哋自己有出有啲利益衝突，因為呢啲公司咧 strata company 咧，可能係同好多嘅公司啊，係有一間邊度維修乜維修物咁樣，就佢哋係拉單。咁咪譬如清洗咁，佢有冇招標？有冇俾你哋揀？有，每次都有2間公司俾我揀。係。另外仲有一樣咧，又係再俗啲嘅，開始即係警醒咗啊！即係覺得未有啲利益嘅衝突咧，就係話關於停車場，因為我哋下邊地底有停車場，我哋突然 strata company 又建議落，向我哋 committee 轉變，話不如咧
我哋又係每個月出呢啲錢，請一間公司，一間特別嘅公司，專係幫我哋睇住個停車場，即係及住停車場嘅管理啊，其實停車場咁嘅管理，再整多間揾嗰啲間出嚟。例如停車場乾唔乾淨啊？我哋其實有 caretaking 嘅部門咁啦。例如有啲人遲咗入去啊，或者係即係偷嘢之類咁樣。咁我當時呢樣嘢係令我幾醒效。咦，我哋停車場使唔使又要揾一間公司俾錢俾佢，淨係睇住個停車場？係啊。咁不過我哋即係所以依啲咁嘅零星嘅事件，就我嘅結論就係應該嘅 stronger company 咧，一方面佢哋其實係好想好多嘢咧，就係話表面上啊好似好民主，一入快咩都由我哋 committee 決定，我哋 corporate committee， 但係其實佢背後係好多嘢人哋推動。係咧。咁不過所以咧變咗，但係我諗佢哋覺得好唔好彩就我哋呢一座大廈嘅 body committee 嘅都幾 vocal 啊，同埋而家當第二屆嗰個主席咧係好犀，佢真係好犀利嘅，哇同佢哋鬧交啊成啊，即係好犀利嘅真係。咁所以我諗佢哋覺得我哋好似好咩咯，係。另外就佢哋成日好多不同嘅想引入啲，你係要話出錢嚟去做呢樣做。嗱，即係好多謝 Anita 你嘅分享啦。即係你剛才講嗰個咧，即係提出佢講出咗幾個少少典型嘅問題啦嚇。即係第一就係話個利益衝突嘅問題。剛才其實咧就好多啲調查報告都有咁嘅事。咁呢個利益衝突嘅問題，本來應該係好容易解決，但佢需要喺監管嘅層面咧又好清晰。就譬如話，我舉個例子啊，即係如果逢親係選舉做呢啲委員啊，其實如果你有一個利益衝突嘅報表，每個人咧選咗委員嘅時候都要填啊，譬如你自己啊有冇利益啊，或者你啲親戚啊，即係有冇利益喺啲即係管理公司啊等上邊啊等等。即係如果有一個正式嘅利益衝突嘅申報制度咧，其實已經解。但係而家咧即係法律上冇嘅。咁譬如你自己提出，即係當然你哋自己可以提出啦，作為一個即係 body cop 嘅成員可以提出有咁嘅要求嘅係嘛？咁呢個先其一啦。第二，我諗你哋剛才好好彩啊，因為你哋自己都真係有人會願意參與啊！因為如果啲即係啲業主啲居民唔參與咧，其實就同嗰個管理公司嚟講咧，佢有好自然嘅慾望咧，梗係用得錢越多越好啊！因為用得錢越多，你先有管理費，先去收佣，先收得多啲啊！咁所以咧，你話用幾多錢啊？點樣用法咧？即係真係需要靠翻啲居民自己啊！咁往往咧就係頭先講個資訊不對稱啦，因為你哋譬如話你話佢每次投標佢都俾兩間你，咁但係嗰兩間究竟係咪兩間都係佢識嘅人咧？你唔知嘅喎。但係其實而家真係好容易嘅。如果即係你譬如你啲即係 body cop 啲成員咧，肯花少少時間，你揾 AI 幫你揀啊，即係喺你個區有邊幾間係做呢啲嘢嘅咁樣。然後咧，你將個 list 交俾佢，交俾個 short manager 跟嚟叫佢揾嗰幾間，唔係佢自己揀嗰兩間。你要求譬如我有5間揾到出嚟啊，你揾嗰5間咁諸如此類啦嚇。即係其實如果你花多少少時間咧，業主一花多啲時間咧，其實就可以好有效咁改善。因為根據過往嗰啲即係政府啊或者政府部門嗰啲分析咧，就係話，即係 short company 咧。其實佢好易對佢嚟講，因為好多時啲商今日嗰啲大公司嚟嘅，佢一次過管理好多間呢啲咁嘅物業嘅，咁佢即係擇肥而細，因為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如果譬如佢管理100個物業，可能其中咧有50個物業啲業主唔理，咁佢就好着數啦嚇，即係佢中意點樣做啊，點樣用錢得。但係如果有另外一個50個物業啲業主好緊張嘅，咁佢當然咧就會即係細心好多嘅，咁所以你哋究竟係屬於緊張嗰批，因為唔緊張嗰批啦，就好影響到嗰個物業。多謝分享。觀眾亦都有一啲不解啦，佢咧就話：如果大廈都係唔同意嘅，就係大廈多啲 own 啦 occupy。即係
都同意啊，有啲卡啲。即係如果係我諗係即係多啲人自己住自己管理，就當然都會上手啲啊。但係而家就係好多 investor 喂都係投資個物業咧，就係可能按租嘅都收我哋樣嘅，咁就本嚟我哋大嘅問題。呢個就係網上工作嘅睇法。呢一個係咯，咁呢個大家有冇咩諗法咧？即係而家我哋特別係 Queensland 好多我知道都係北外國人，好多時都要買一手樓啊嘛，或者嗰個咁靚。咁我哋香港人好多時買啲一手樓咧，都係啲 apartment，咁跟住好多人買嚟去收租嘅啫。咁變咗咧，好多人就係喺呢啲咁嘅新樓嗰度嘅新樓咧，都係因為種種政策嘅關係。投資者係多數點樣去參與咧？就係呢個都係好係咁啊，係死局咧。唯一嘅即係嗰個就係提早離場啦，好掂呢啲咁嘅即係 China 嘅一啲結構嘅屋圍調咧，好咩啊？或者我可以俾多個意見啦，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呢個唔係一個物業推介，我覺得即係你考慮呢個物業當然有好多因素，即係物業管理其中一個因素啦。咁如果你純粹睇即係物業升值嚟講嚇，咁喺 Queensland 喺 Brisbane 啊，你無論係 townhouse 啊、apartment 啊咁嗰啲升值都一樣好快㗎，即係唔會話純粹因為個管理問題咧就出。即係個市都會冧，即係其實又冇出現呢個問題。咁當然就呢個問題主要係一個個別，即係我諗大家如果去揀個物業嘅時候咧，一啲經紀一定會問你，或者你都一定會問個經紀究竟啲 short fee 係幾多錢啊等等呢啲同埋管理成點咁樣。咁當然你可以查究得深一啲嘅，譬如個升經分而家嘅狀況，因為剛才呢度即係你每一個即係尤其是如果係唔係新樓啊。即係你舊嘅物業一定有升經分，我都見過啲例子咧，就係有啲朋友可能買咗個 townhouse 咁樣啊，買嗰時冇乜嘢嘅，突然間買完之後半年先發覺，原來咧仲要交咗大嚿錢嘅，仲要做大維修嘅，好似香港啲例子，一樣有時有啲咁嘅情況下，咁咧呢個咧就即係就會大失預算啦，可能會咁嘅樣啦。咁但係呢類嘢咧，其實咧係可以查到嘅，即係譬如你預先知道個升經分已經有幾多錢啊。同埋佢有個預，通常應該有個預算啊嘛。譬如如果你大維修，譬如幾年做一次啊咁樣，咁個時間表究竟係出年做啊，抑或5年之後先做啊咁樣。但係即係好似呢類資料咧，就即係我覺得可以查得深入一啲，或者要求個經紀佢更加詳細。但係如果你話總嘅嚟講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就算係嚟到澳洲冇幾耐啦，如果你真係即係買啲物業咧，我覺得就唔需要介意去提出啲問題，因為就算你未熟悉澳洲嘅情況咧，剛才我哋對比咗香港同澳洲啦嚇，即係如果你喺香港有做業主嘅經驗，或者有參與啲即係業主立案法團嘅經驗，你都知你記得問題係同一類嘅啫嘛。譬如嗰啲利益衝突嘅問題，全世界都有問題，即係你有人嘅問題就有利益衝突，即係有可能出現利益衝突啊嚇，即係或者你用錢不當啊，即係呢啲錢銀用得唔透明啊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好基本嘅問題。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係大家係可以花多少少時間去關心呢啲，起碼關心自己住嗰啲物業咧，其實呢啲問題係可以解決嘅，或者可以減低啦，起碼係因為成個制度裏邊咧，我諗佢係利用咗一個人嘅弱點啊。人嘅弱點係咩咧？因為一般人咧好怕衝突，即係你唔想同人嗌交嘅。你明知道嗰個 body cop 嗰個經理可能有利益衝突，或者係好唔透明啊，用嗰啲錢。你未必想跳出嚟去挑戰佢，可能你5、6個人一齊開會點解你夾個頭出去挑戰佢咧？一般人咧係唔想有呢啲咁樣嘅衝突嘅場面發生嘅。咁但係呢個亦都即係會成為一個弱點咯。如果個個都係咁嘅話咧，咁你梗係嗰啲即係 body cop 啲經理佔晒上風啦，因為佢最掌握啲資訊，咁你冇挑戰佢嘅成係啊。即係喺制度上咧，澳洲咧嘅監管咧係
比起香港係透明少少嘅，即係特別譬如 New South Wales 嘅 Strata Club 咁樣，佢係要求嗰啲經理咧係擺多啲資訊出嚟嘅。咁所以亦都唔係話冇支援嘅。如果你真係需要嘅話咧，即係揾呢啲咁嘅，無論 New South Wales 或者 Queensland 嗰啲 commissioner 咧，即係佢哋嗰啲網站啊，可以有提供呢啲支援。咁但係大家一定要花啲時間先至有機會可以做，即係保障自己嘅權益啦。或者我總結一句啦，其實即係我哋從呢個物業嘅問題，無論澳洲啊好香港好啊，即係物業管理嘅問題咧，其實都係引申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其實大家嘅參與咧，都係一個公民社會嘅建設嚟嘅。啊，因為公民社會咧，最基本咧就係話，我哋自己關心自己嘅社區，咁你從住嘅地方開始，呢個係非常之合理嘅。咁所以我真係好鼓勵啦，即使係嚟咗澳洲嘅香港人咧，你真係可以從一個關心自己嘅物業嘅管理呢度開始，因為從呢度開始咧，你可以即係建立到一個多啲嘅網絡啊，同本地澳洲多啲嘅網絡，咁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咧，係即係説好香港故事啊！即係我哋嘅香港故事，即係包括我哋而家香港人，即係譬如喺香港即係面對嘅問題啊，譬如無論係雲福苑嘅問題。其實咧，好多澳洲人咧，都知道呢件事㗎，即係都好有興趣，即係了解下，即係點解會出現嘅問題啦。呢個問題當然我哋有啲更加根源嘅問題啦，即係同個即係成個即係政治制度啊、管治嘅模式有關係啦。好似呢啲問題啦，即係我建議咧，如果大家可以係擴大自己嘅網絡嚇，可能或者係從自己嘅即係物業管理啊呢方面可以開始啦，擴大到自己嘅網絡嘅話咧。即係真係可以咧，為香港人喺澳洲咧建立多啲嘅，即係更加強大啲嘅公民社會啊！而且呢個咧係對於咧抗衡一啲資訊或者抗衡一啲嘅跨境壓迫啦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最基本嘅一步。咁我好希望咧，即係今次我哋傾，雖然係從呢個物業嘅問題開始，但係實際上咧，我哋需要踏出嘅一步咧，就真係如果融入澳洲嘅社會之外咧，就係咧係將香港人面對嘅問題，將香港人同其他唔同社群嘅交流咧，可以趁呢個機會咧，即係做得更多、